上機場第2高速公路南段工程建成通車，從廣州中心城區到機場只需要30分鐘。廣州車展進入首個專業觀眾日，多個國產品牌帶嚟首發新車。15運會閉幕式喺深圳舉行，以星辰大海為主題，展現大灣區嘅多元文化。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睇廣視新聞。你而家睇緊嘅係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嚟睇新聞嘅詳細內容。廣州交警今日公布15運會交通安保答卷，其中實施單雙號通行期間，全市公眾日早晚高峰嘅擁堵指數下降2成。楊家良報道。到11月20號期間，廣州對本地小客車實施單號單日、雙號雙日通行，外地小客車禁止通行嘅臨時交通管理措施。15運會期間，市區道路交通整體順暢，全市工作日早晚高峰擁堵指數同比下降19.32%，平均車速同比上升21.9%。市民反映道路通行狀況明顯改善，通勤效率顯著提高。喺殘特奧會期間，12月5號到12月14號，每日7點半到晚黑7點半，其中12月8號開幕式當日，限行結束時間延長到24點，繼續實施臨時交通管理措施，限行嘅範圍縮細，海珠區唔喺限行範圍內。對於違反限行措施嘅行為，廣州交警喺12月5號到12月7號期間實施首違免罰，即係3日內產生嘅第一次違法，僅作教育提醒，不予處罰。15運會期間，廣州交警仲通過科學調控、智慧管理交通，好似為奧體中心現場車輛查驗缸嘅警員配發 AI 眼鏡，實現快速識別比對車牌號碼，快速放行持證車輛。另外，廣州交警持續推進電動自行車綜合治理。8月開始交通安保100日行動以嚟，全市共查處電動自行車衝紅燈、逆行、闖橋隧、唔按車道行駛等重點違法行為超過60萬宗，依法扣留無牌電動自行車超過5萬部。針對電動自行車輕微交通違法行為，通過3轉1模式開展交通安全勸導2.62萬宗，同時深入推進電動自行車源頭治理。今年以嚟，先後開展6批次涉電動自行車非法改裝集中打擊行動，累計刑事立案21宗，採取刑事強制措施35人，行政拘留110人，查處店鋪1410家次。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今日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建校60週年，學校舉辦咗豐富嘅校慶活動迎接校友，校園內非常熱鬧。鐘振宇報導。一早唔少校友返到咗廣外白雲山校區，再次返到母校，第一站當然係校門口影相留念。校園裏邊最忙碌嘅就係呢一個祝母校生日快樂嘅打卡器，先至10點多啲，已經有超過1萬個校友打卡啦。我的碩博都在這邊，到現在應該有22年了。廣外是一個非常的就是包容然後非常有人性化的一個學校，從學生到老師都是這種感覺，所以我特別熱愛廣外。86、87級的老校友，是適逢母校60週年校慶，我們在網上就是互相聯繫，就是一定要參加這次很盛大的一個典禮。祝母校生日快樂！點讚。廣外校訓係明德上行，學貫中西。校園裏邊舉辦咗非常有廣外特色嘅世界文化節，一條世界美食文化長廊展示咗6大洲30個國家嘅特色，吸引咗好多校友學生參加。Abbiamo cucinato oggi delle specialità del nostro paese, come ovviamente la pizza。廣外一直都是彰顯的那個融合，然後擁抱全世界的文化，就是來自各國家的留學生，然後呢也一直走向世界，然後交流文化交流，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然後我們中國人民可以跟世界的各國的朋友呢交流一下，然後體驗一下各個地區的文化。校慶期間，學校仲發布咗建校60週年系列叢書。我們作為廣外的學子，也要繼續努力，然後為母校爭光。祝我們學校、我們廣外60年祝福快樂。廣州電視記者鐘振宇嘅報導。黃埔區雙沙社區沙浦片區回遷安置房搖珠儀式今日舉行，村民離返屋企更近一步啦。馮永善報導。
朝早9點幾，瑤珠現場氣氛熱烈。今次分配面向復建區17、19號兩個地塊，一共提供376套安置房，戶型有122同141平方米兩種，滿足多人口家庭嘅居住需求。好開心，終於都等到呢一日啦！大概係5、6套啦，自己住一套，然後就其他嗰啲嚟出租啦，做包租婆啊！作為廣州海獅城核心區域嘅重點項目，雙沙城市更新項目總投資289億，總建築面積330萬平方米。目前項目配套設施正同步推進，打造華中師範大學黃埔實驗學校、商業綜合體等，並規劃建設一條融合傳統風貌同現代商業功能嘅嶺南特色街區。非常之好，係啊！佢將前面個街區搞翻以前嘅嗰種感覺，以前嘅建築係啊。會有一種好似穿越嘅感覺，翻返去以前嘅童年嘅回憶啊！有啲交通係雙地鐵，係嘛？教育係文憑學校，所以呢個幾方便。我哋要咧想去住咧高樓大廈，但落到嚟咧，我哋係行翻以前農村嘅文化，係嘛？所以啲宗祠我哋搞得嘢嘅情況搞得一定搞好好嘅。廣州電視記者馮永善嘅報導。千百年嚟，珠江流域有住富饒嘅土地同天然嘅良港。從秦漢時期開始，廣州成為咗海上絲綢之路嘅重要起點。佢見證咗嶺南人向海而行、開放包容嘅歷史。今日我哋跟住珠江嘅第3集《海不揚波》，了解廣州點樣成為海上貿易嘅中心城市。珠江對內經長江同中原腹地緊密溝通，向海經獅子洋、伶仃洋門直通南海。千百年嚟，珠江同世界嘅海上貿易交往都離唔開廣州嘅身影。尤其是到了1757年一口通商使我們的廣州的這個海外貿易以及相關的金融活動推向了一個頂峰。在這個時期呢，所產生的相關的一些的制度慣例對於這個後現代的金融制度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第一家的保險公司誕生在廣州，第一家的外資銀行，還有現代意義上的這個第一家的中央銀行，也都在我們廣州。絲綢、瓷器、茶葉從中國源源不斷輸出，國外嘅香料、珠寶等亦開始進入中國。作為海上貿易嘅中心，廣州集聚咗來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爪哇等地嘅商人，形成咗一個多元文化嘅商貿中心。珠江第3集《海不揚波》就係通過梳理珠江同世界嘅海上貿易交往史，深入解讀中國海洋文化嘅形成同流脈。它從它的歷史、人文，還有包括國家地緣政治的角度進行了解讀的。它講了我們珠江流域開放的這樣的一種特性，而這種開放的心態就讓了我們這片區域從1000多年、2000年前起，就是我們中國對外的一個門戶。所以我覺得珠江是向大洋的。同時，人民紀錄片《珠江》喺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於今晚至29號每晚8點15分播出，新聞頻道11月30號至12月7號每晚9點播出。廣州電視記者姜佳卓報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21號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華錯誤言行，闡明中國政府立場。傅聰喺致函中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國會答辯嘅時候，公然發表涉台露骨挑釁言論。呢個係1945年日本戰敗以嚟，日方領導人第一次喺正式場合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並同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聯。首次喺台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裝介入嘅野心，首次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公然挑戰中方核心利益。有關言論極其錯誤、極為危險，性質影響極其惡劣。喺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同強烈抗議之後，日方仍不思悔改，拒不撤回錯誤言論。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傅聰喺致函中表示，高市早苗有關言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係對14億幾中國人民同曾經受到日本侵略嘅亞洲國家人民嘅公然挑釁。台灣係中國嘅神聖領土，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係中國人自己嘅事，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如日方膽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將構成侵略行為，中方將堅決行使聯合國憲章同國際法賦予嘅自衛權，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方必須深刻反省歷史罪責，恪守對於台灣問題作出嘅政治承諾，立即停止挑釁越線，收回錯誤言論。該函將作為聯合國大會正式文件，向全體會員國散發。廣州電視編譯報道。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進入小雪節氣，廣州氣温有所回升，不過新一輪冷空氣已經喺路上。我國北方天寒地凍，大旺冰雪遊，部分航空公司加大咗冰雪航線運力。繼續廣視新聞，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閉幕式琴晚喺深圳前海歡樂劇場舉行。同開幕式嘅大氣恢宏唔同，閉幕式更注重精緻同新穎，以星辰大海為主題，粵港澳3地演員共同演繹，展現大灣區嘅多元文化。林欣傑報導。蘇炳添、馬龍、潘展樂、黃湘等運動員合唱15運會會歌，氣勢如虹。童聲合唱粵語兒歌之後，同運動員合影全家福。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5屆運動會的主火炬緩緩熄滅。全國運動會會旗傳遞到第16屆全運會承辦地湖南。閉幕式文體展演分為遙遠的歌謠、滄海逐浪、大灣區交響等6個節目，融入咗科技元素、嶺南文化同粵港澳大灣區嘅人文特色。舞蹈演員用舞蹈展現改革開放以嚟奮鬥者嘅故事，向改革開放嘅奮鬥者致敬。機械人、機械狗同舞者共舞，展現傳統同科技嘅融合。那平時我們搭載的是一些工業的一些滅火器啊，消防的噴水槍、水炮槍。那在上面載人的話是初次嘗試。通過這種自主訓練跟這個算法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深度學習，來去實現這個動作的一個一致性以及一個穩定性。奔跑吧，在幸福的灣區，念了幾晚，萬物為你鼓掌吶喊。粵港澳3地嘅歌手表演者共同為觀眾送上大灣區之聲。呢一次係我自己第一次喺深圳有個咁大型嘅演出啦，差唔多1500個演出者喺呢一個舞台度為大家一齊我哋去慶祝我哋嘅全運會，咁所以喺今次閉幕嘅演出我哋都真係超開心，我自己就好雀躍嘅。全場觀眾合唱多首耳熟能詳嘅歌曲。首次聯合舉辦全運會嘅粵港澳3地交出咗一份獨具特色嘅灣區答卷，生動呈現中國式現代化嘅氣象萬千。全民全運以體育之名同心同行，大灣區凝聚起更廣泛嘅發展共識，天海一心，攜手共進。廣州電視記者林欣傑喺深圳報導。15運會係粵港澳3地首次聯合舉辦嘅全運會，從城市辦賽、無感通關、人員組織、裁判、技術官員等協同合作，到展現粵港澳大灣區嘅深度融合、共同發展。陳萬晴報導。廣東奧體中心係15運會開幕式嘅舉辦地，仲承辦跳水、田徑等多項賽事。場館進行超過47萬平方米嘅升級改造，仲保障咗超過2萬名運動員嘅賽事工作。粵港澳3地嘅技術官員、裁判員等都對廣州賽區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其實我係好似翻咗半個屋企咁樣，3地咁樣去辦呢，呢個係歷史性一個創舉啦。喺個組織啊、場館嘅一啲設施方面呢，係有一個好大嘅躍進嘅，無論係拍攝上邊啦，或者係一啲電子嘅數據上邊啦。喺呢方面呢，我覺得中國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好頂尖嘅水平。佢哋嘅科學訓練啊，同埋甚至係佢哋對運動員嘅一啲飲食啊、營養啊、生活習慣啊、心理上邊嘅一啲調配呢，都係有好大嘅進步咯。如果講交通接待就真係，我覺得係高於
即係好高水平啊！我每次喺高鐵站出到嚟咧，已經係有人接待我，然後送到我去有關嘅場地，無論去酒店或者直接嚟呢個運動場，係好迅速。好有效率同埋個禮貌咧係十分之好。其實喺呢3數年裏邊咧，我哋翻國內參加比賽嘅機會咧係好高嘅。所有嘅大獎賽、系列賽咧都有邀請香港運動員，亦都俾特別嘅安排我哋。我哋好感恩呢件咁嘅事嘅。所以喺呢2、3年，我哋嘅交流活動咧係好強㗎啦，已經係。喺執裁過程中，亦發生咗唔少趣事。包括我們這個荔枝酥。他們都會覺得說又好看，然後又好吃。話得唔得啊？我話梗係得啦，咁樣嗰啲即係都有即係交流。那麼香港的裁判老師，他就會注重這個安全。他說，比如說我們 TSG 們的這個成績公告的這個板啊，要把它固定好呀，怕有風把它吹到啊，可以互相的就去交流，進行總結。今年火出圈嘅全運會吉祥物喜羊羊同樂融融，好受粵港澳3地人員嘅歡迎啊！買咗2隻公仔，咁大 size 嘅。就志願者咧都派到一個吉祥物俾我，我個女即刻已經打電話嚟咧，叫我一定唔可以俾人拎翻去俾佢，所以應該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吉祥物咯。你自己會唔會都中意？我睇下有冇機會買多2個啦。15運會係全運會歷史上舉辦城市最多嘅一屆，19個城市參與辦賽，粵港澳3地協同聯動，共同為盛事賦能添力。廣州電視記者陳萬晴報導。為咗提升青少年防範電訊網絡詐騙嘅意識同能力，星光計劃公益項目聯合星光伙伴成員單位中郵保險廣東分公司喺廣州市少年宮開展反詐公益宣傳活動。李想報道。活動邀請咗學生組建反詐小衛士志願服務隊，老師喺引導學生學習正確嘅金融理財觀後，俾佢哋運用相應知識，自主完成信息搜集、頭腦風暴，以少年視覺創作防詐反詐主題海報。就是知道了，就是不能隨意相信網上一些人說的話。如果想要這個東西，需要先和家長說，讓家長和我們一起來思考一下，能不能亂點。就是回去，至少還可以就是幫助爺爺奶奶或老人這種群體，然後就是可以普及一些反詐的這些思想，啊，讓大家都提高這方面的反詐意識。為咗寓教於樂，主辦方仲喺活動現場設置咗主題遊園活動，通過多項融合全運會加反詐嘅互動任務，引導學生喺挑戰中增長見聞，鍛鍊表達。小朋友，就是15運的吉祥物是什麼？大聲一點。喜羊羊可樂游泳。好的，謝謝。今天呢，這個活動也算是我們星光計劃的一個部分。我們希望呢，是通過我們的這種項目式教育課程，就傳達一些給孩子傳達一些反詐知識。他要學習到知識，創作成海報。最終，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帶着這個詩回到我們的學校，進行跟周邊的同學分享。廣州電視記者李想報道。翻嚟廣視新聞，每年11月係廣東省保護野生動物宣傳月，正值候鳥南遷嘅季節。海珠濕地觀測記錄到嘅鳥類達到咗205種，一齊睇下。樹幹上有一位偽裝大師，佢體型嬌小，雙眼圓潤，視覺敏鋭度係人類嘅100倍，一身羽毛好似樹皮咁，同周圍環境完美相融。喺觀鳥活動中，1年級嘅江月晴發現咗呢一個神秘來客——國家2級保護動物紅角鴞。我望遠鏡看到它的是灰色的，腳是紅的。其他小朋友在觀鳥的時候要安靜，不能去餵東西給小鳥。晴晴嘅媽媽係一個小學科學老師。經常帶細蚊仔走入自然，喺佢睇嚟，大自然係最好嘅課堂。他通過觀鳥數量以及生活有沒有這種鳥，他就能夠知道哦，原來我保護環境原來有這麼重要。我一直都很支持孩子們去探索自然，因為自然是一本永遠看不完的書。孩子們的想法在這本書裡面，他總會找到他的答案，而且是他的樂趣力會越來越強。
另外，中白鷺、純色啄花鳥亦都現身，共同將海珠濕地嘅鳥類紀錄刷新至205種。海珠濕地係城市嘅陸心，亦都係鳥類天堂。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成千上萬嘅候鳥喺呢度停歇棲息，成為廣州生態環境持續向好嘅標誌。那如果市民想要來觀鳥，最佳的這個時期是什麼？目前現在11月份的話，大概8、9點鐘，早上8、9點到下午的話是4、5點左右。對東候鳥來說，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中轉站。我們這邊主要做的是提供足夠的食物來源。像現在呢，我們會盡量的去控制我們的灘塗啊和一些種植作物等等的，就為這些鳥類可以提供足夠的食物。廣州電視記者馮永善嘅報導。為期近1個月嘅第3屆中國廣州公園文創大會將於聽日閉幕。自開幕以嚟，各個會場一共吸引咗350萬人次，實現社會效益同經濟效益雙贏。董婷報導。造型別致嘅乾花擺件、創意冰箱貼、桂花線香都係呢一屆公園文創大會嘅熱銷品。呢一屆中國公園文創大會嘅主會場喺雲溪植物園。採用1個主會場同7個分會場嘅形式，打造唔同主題嘅文創展覽。在整體的策劃上，我們今年還是緊密圍繞15運和本身就是我們文創大會的一個宗旨，就是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所以這一次我們除了就是徵集全國甚至乃至全球部分地區的這個優秀的文創作品，在廣州的公園進行展示以外呢，我們也是特地邀請了廣州美術學院，然後提供了就是包括奧運和我們這次全運的吉祥物的一些設計文創和它的一些設計分享，然後在我們整個的文創大會進行一個展示。這個自開幕以來呢，文創大會各個會場吸引了這個遊客數量達到了350萬人次，也帶動了現場的消費，文創的消費額呢達到了300萬元，實現了一個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雲溪植物園作為活動主會場，匯聚自然生態文創。通過搭建6大自然場景空間，營造融銷售、展示、體驗為一體嘅創藝生活園。創新嘅運營模式吸引咗好多遊客入園打卡。我們進一步擴大了朋友圈，在我們植物園的5大核心功能以外呢，我們又多了一個跟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新的一個結合的探索。根據我們的這個統計呢，我們的入園人數呢也是環比大概是增加了30%左右的一個人流量。呢一屆文創大會喺推動全國城市公園景區交流同合作嘅同時，亦都積極以文創為媒介，拓展公園同高校、協會、企業、藝術家等社會各界力量嘅交流同合作，通過資源整合，探索公園文創產業融合發展嘅新方向。廣州電視記者董婷嘅報導。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廣州車展進入首個專業觀眾日，多個國產品牌帶嚟首發新車。白雲機場第2高速公路南段建成通車，從廣州中心城區到機場只需30分鐘。一架印度戰機喺迪拜航展進行飛行表演嘅時候墜毀，飛行員遇難。嚟睇下天氣情況，聽日廣州係多雲間晴，13到24度。繼續新聞內容。白雲國際機場第2高速公路南段今日建成通車，而家從廣州中心城區到白雲機場縮短至30分鐘。林欣傑報導。機場第2高速南段項目全長24.05公里，北接機場第2高速北段，南接廣深高速同廣州環城高速，共串聯起5條高快速路同5條各省道。設特大橋11座、大橋37座、山嶺隧道5座，收費站5處。這個站有出口，有4個車道，現在都是採用無人化的這個管理模式。有1條是 ETC 的模式，然後有3條是 ETC 跟人工混合。記者從白雲機場出發，經機場第2高速南段至天河大觀路只需要30分鐘，到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只需要20分鐘。機場第2高速南段嘅通車標誌住全長46.16公里嘅機場第2高速全線貫通。而家從天河、黃埔等中心城區沿住呢段路北行，經過 T3 立交就可以直達白雲機場 T3 航站樓。
呢個項目創新採用廊道共享模式，同106角道、大觀北路等既有廊道共線約10公里，以高架橋形式實現空間集約利用。廣州電視記者林欣傑報導。今日係廣州車展嘅首個專業觀眾日，多個國產品牌都有新車首發。陳萬晴報導。呢一台全紅嘅超跑好吸睛，比亞迪旗下純電性能超跑仰望19 Extreme 亮相。技術方案由中國工程師100%自研。啱啱從紐北刷新多項成績翻嚟嘅佢，全球限量銷售30台，觀眾可以喺廣州車展諮詢落單。喺量產車入邊呢，包括紐北啦，包括我哋國內嘅4大賽道啦，都已經係刷到圈速第1嘅，同埋佢嘅極速係達到496.22公里每小時，圈速同極速都係雙第1嘅。30台嘅配額，每一台都係可以私人定制嘅。廣州本土汽車品牌小鵬汽車上個月憑借 Iron 機器人獲得全球關注，琴日亦都迎嚟第100萬台整車下線。今年帶嚟新款小鵬 S9 超級增程系列，解決咗新能源汽車長期被關注嘅核心續航問題，仲擁有自由度高嘅大空間。目前售價喺30.98萬至到32.98萬，吸引咗唔少觀眾上車體驗。最核心的區別就是它是用發動機來給電池充電的，它不是直接來燒油來給它運行的。它的亮點主要是它的純電續航達到了452公里，可以滿足大家日常在城市中通行的需求。同時呢，它滿油滿電也可以跑到1602公里。2025年10月，小鵬一共交付新車超過4萬台，同比增長76%，單月交付量創下歷史新高。有啱啱試完車嘅觀眾話：體驗感好好啊！幾好啊！增程嘅 MPV 唔係好多件，家庭用嘅增程 MPV 唔係好多件，而且低配已經將所有嘅嘢都配齊晒俾你啊！啲咩冰箱啊、零重力座椅啊，跟住佢最基礎嘅嗰啲視覺支架都已經配齊晒，我覺得係唔錯。另外，廣州市第2輪促進汽車消費活動開啟，市民購買符合標準嘅新車，購車價格為8萬蚊至15萬蚊，補貼4000蚊每部；15萬蚊及以上補貼5000蚊每部。各大車企仲有疊加金融優惠。本屆廣州車展持續到11月30號。廣州電視記者陳萬晴報導。今日係小雪節氣，呢2日回暖，而24號夜間起又有新一股冷空氣到，氣温小幅下降。冷空氣進入咗間歇期，本週末我國大部氣温將較常年同期偏高。周日最高温10度線，將北抬至東北地區南部、華北南部到長江中下游地區最高温可達15度以上，江南南部、華南就普遍超過20度。小雪節氣之後，廣東幾乎進入咗氣象學意義上嘅秋季。呢幾日廣州氣温逐漸回升，最高有24度。廣州未來1個星期天氣依然乾燥，晝夜温差大。不過新一輪冷空氣亦都已經喺路上啦。氣象部門監測小雪時節，廣州平均氣温17.9度，比上一個節氣立冬下降咗2.4度。預計22到24號廣州多雲間晴，最高温25度左右，最低14度左右。24號夜間到28號受弱冷空氣頻繁影響，晴朗乾燥，氣温小幅下降，風力再次加大。下個星期3嘅最低温得10度。廣州電視編輯報導。冷空氣之下吹熱咗冰雪遊，為咗承接出遊高峰，部分航空公司加大咗冰雪航線嘅運力。馬東明報導。河北省推出冬季來玩雪品牌，近期前往張家口崇禮滑雪嘅遊客大增。線上平台數據顯示，11月以嚟，僅崇禮滑雪教練搜索量就上漲超過6倍。2025到2026年冰雪旅遊季漸入高峰，東三省繼續領跑預訂榜，新疆亦都好熱門。新疆阿克蘇地區有眾多滑雪場，設施完備，仲有滑雪板、雪地摩托等多種娛樂項目。今年更推出溫泉加滑雪產品，遊客嚟到阿克蘇仲可以感受厚重嘅歷史底蘊。柯泽尔石窟是開造時間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壁畫，面積最大的，它比莫高窟開造時間還要早200多年的一個石窟群，還有柯泽爾嘎哈烽燧，還有蘇巴什佛寺遺址，等等這些世界文化遺產。
冰雪遊熱度攀升，多家航空公司調整運力，東航加密東北、新疆等冰雪遊航班，新增哈爾濱到廣州、汕頭、昆明嘅直飛航線。從今年12月1號到出年嘅2月28號，乘坐東航上航實際承運哈爾濱進出港航班嘅旅客，可以喺瀋陽、哈爾濱、長白山等機場免費託運1件滑雪用具。南航亦都加密哈爾濱至北京、廣州等骨幹航線嘅航班頻次。另外，全運會掀起全民健身熱潮，近期購買廣州熱雪奇蹟同深圳前海冰雪世界滑雪門票嘅旅客，同比上漲超過3倍。廣州入選全國室內滑雪熱手城市前10。感覺單板比雙板好玩，玩的時候覺得很好玩，而且會滑雪也很酷嘛，所以就想說過來滑一下咯。年底除咗滑雪之外，其實亦都有其他選擇，好似浙江杭州等地，從12月開始，部分景區將會推出免門票優惠，吸引遊客。不會滑雪，周邊啊，然後泡溫泉啊，這些可以的。廣西賀州帶嚟3條主題線路，涵蓋觀光遊、康養遊同風情遊。從廣州南站出發，市民坐高鐵大約個半鐘就可以到達。比如說東啊、西啊、偏硅酸啊，這些都是有益人體的微量元素，非常高。鑲嵌在我們的5A 級景區周邊、4A 級景區之中，我們形成的景權相應。廣州電視記者馬東明報道。針對結束俄烏衝突28點新計劃草案，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佢已經為烏克蘭設定咗11月27號嘅最後期限，要求烏克蘭接受該計劃。華盛頓郵報報導話，白宮正向烏克蘭施壓，要求烏方喺本月27號，亦就係美國傳統節日前簽署新計劃草案，否則會失去美國對烏克蘭嘅支持。同一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話，俄方已經獲得咗新計劃草案文本內容，願意展開和平談判，但需要對計劃嘅所有細節進行實質性嘅討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日話，烏方正喺度承受前所未有嘅壓力，面臨非常艱難嘅選擇。Зараз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моментів нашої історії. Зараз тиск на Україну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Зараз Україна може опинитися перед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м вибором. Або втрата гідності, або ризик втрати ключового партнера. Або складні 28 пунктів, або вкрай важка зима. Найважча та подальші ризики. 澤連斯基話，烏方將同美方及所有伙伴冷靜合作，一齊尋求建設性解決方案，提出烏方觀點同替代選項。澤連斯基將於下個星期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討論呢一計劃。一啲烏克蘭媒體及專家對28點新計劃嘅可行性提出質疑。一係該方案涉及烏方喺領土問題上作出重大妥協；二係該方案要求烏方放棄實際嘅北約成員資格，以換取安全保障。呢兩點將難以被烏方各界接受。廣州電視編譯報導。一架印度戰機喺阿聯酋嘅迪拜航展進行飛行表演嘅時候墜毀，現場升起黑煙。事發之後，航展暫停咗當日嘅飛行表演。墜毀戰機係印度嘅光輝輕型戰鬥機，飛行員喺事故中遇難。光輝戰機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歷時好多年研製，發動機由美國提供。印度空軍已經着手調查事故原因。今次事故係光輝戰機已知嘅第2起墜毀事故。舊年一架該型戰機喺印度進行訓練嘅時候墜毀。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15運會順利閉幕，田徑賽場上留下咗唔少令人感動嘅瞬間，等陣嚟回顧一下。而家裝修。近日金價大幅震盪，上海黃金交易所發布通知，提示要做好風險應急預案，並且採取相應風控措施。董婷報導。11月以嚟，黃金價格高位震盪，現貨黃金突破歷史新高之後，快速下跌至3900美元每盎司，隨後出現深 V 反彈，日內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除咗交易所、銀行等機構，亦都紛紛做咗風險提示。國內品牌黃金飾品價格再度回升。
市內金鋪飾金價格大多數每克係1300蚊左右徘徊。等多10零半個月咯，或者個零月睇下個金價有冇浮動，咁啊可以即係話優惠可以買重啲大啲咁啊。臨近年底，處於黃金銷售旺季，雖然飾金嘅價格處於高位，但係就唔缺捧場客。同比呢2個月都有3成嘅增幅嘅，因為係一個剛需嘅問題咯。金條咧11月後咧就因為國家個稅收政策啊，咁有啲人都喺度消化緊。即係11月過咗一段時間，啲人可能已經係慢慢嚟接受稅收情況。都係見到回暖嘅金條。中金公司研究報告分析認為，從歷史比較角度嚟睇，呢輪黃金牛市可能仲未結束。黃金的話，目前呢還是屬於牛市的。所以我覺得，如果黃金還是我的預期的話，是能達到4300美元每盎司的這個高度的，可能會到12月份左右會達到有所提升。如果12月份左右沒有達到這個高度的話，黃金會目前可能會有所下跌。廣州電視記者董婷報導。廣州職工大學堂12月課程已經出爐，本期職工大學堂增設艾灸保健專題同多門時尚造型課程。11月25號13點起開放報名，320節免費課將喺8個直屬校區開課，包括八段錦、冬季養生課堂、AIGC 實戰應用速成班等80個專題。部分課程為實操課。11月25號13點起會喺廣州工會微信公眾號同瑞工學堂微信小程序同時開放報名。其中11月25號13點起，市1公校區、市2公校區、市3公校區課程開放報名。11月26號13點起，員村公校區、芳村公校區、交流中心校區、市工人療養院黃區校區課程開放報名。墨西哥傳奇女畫家卡洛嘅一幅自畫像喺美國紐約拍出5466萬美元，約合3.8億人民幣，創落咗女性藝術家畫作拍賣紀錄新紀錄。呢幅叫做《夢境床》嘅畫作由蘇富比拍賣行拍出，成交價遠超之前美國藝術家佐治亞保持嘅4440萬美元紀錄。呢幅畫畫於1940年。正值卡洛嘅感情動盪時期，畫中嘅佢臥於浮空床榻，上方懸住綁滿炸藥嘅骨架。呢一幅被視為超現實主義傑作嘅畫作，預估價喺4000萬到6000萬美元之間。買家身份冇披露。同一日喺蘇富比拍賣行，奧地利畫家克里姆特創作於1914至16年間嘅伊麗莎白萊特勒肖像，以2.3億美元成交，刷新咗藝術家嘅個人拍賣紀錄。廣州電視編譯報導。15運會嘅消息交俾子維啦。好嘅，唔該晒梁志高。嚟關注下15運會嘅最後一面金牌嘅歸屬。嗱，尋日女子水球決賽喺上海隊同天津隊之間展開，上海係12比6戰勝天津，摘得咗金牌。比賽繼續喺奧體中心游泳跳水館進行，全運會閉幕日唯一一枚金牌女子水球金牌誕生。白色泳帽嘅上海隊擁有多名國手，一上場就發動咗凌厲嘅攻勢。第一節比賽，9號嚴詩雅梅開二度，幫助上海隊2比1領先。第二節，上海隊攻勢更加猛烈，半場結束已經將分差擴大到6比2。換邊之後，天津隊奮力追趕，但係上海隊把握機會嘅能力更強，出手亦都更加果斷。最終上海隊12比6奪金，天津隊獲得亞軍。之前都踢得特別緊張，但是昨天我們教練給我們開完會就說，就是去拼這個冠軍，然後注重過程，然後每個細節做好，就能按照教練的戰術布置要求去走，就能夠順利的完成。今天的隊員基本上都執行了教練的戰術意圖，我也是感到非常的高興。這也是我的第8次全運會，上一屆全運會是聯合組隊，我是主教練，這一屆拿冠軍我也是壓力很大，所以終於鬆口氣了，但是相信越來會越好。廣州電視編輯報道。
下面係一週體壇回顧。今日我哋重點關注15運會田徑賽場上嗰啲令人記憶猶新嘅瞬間，有激情，有張揚，有遺憾，有告別。4x100米混合接力有佢，女子4x100米接力有佢，女子100米有佢，女子200米有佢，度度都有佢。喺咁密集嘅賽程之下，順手破個亞洲紀錄對佢嚟講似乎仲係濕碎。女子100米決賽準備充分嘅佢，直接快步跑向終點，11秒10刷新咗自己嘅紀錄，創下咗亞洲20歲以下女子100米新紀錄。後面進行嘅女子200米當中，陳裕傑可能已經食到咗心心念念嘅紅米腸同埋蝦餃，狀態神勇，繼續攞落冠軍。16歲嘅年紀，喺互聯網上佢有好多花名，小孩姐啦、地表最強中學生等等。前方仲有更加廣闊嘅空間等待佢去飛躍。女子100米欄決賽係重頭戲，雲集吳艷妮、林雨薇、夏思瑩等多位明星選手。當日室外14度嘅氣溫對短跑運動員嚟講係一大挑戰。比賽開始，吳艷妮、林雨薇起步反應非常之快，喺前兩個欄取得微弱嘅領先優勢。不過位於第4度嘅廣東隊選手劉景陽以黑馬之姿殺入戰場，並喺第4個欄後一馬當先。後邊嘅事大家都知道啦，20年嘅付出終有回報，既然落足料，又點會冇料到呢？一日之後，呢一句說話嘅作者迎嚟咗職業生涯嘅最後一舞。喺奧體超過4.5萬名觀眾同無法統計嘅手機、電視機前觀眾嘅關注下，蘇炳添最後一次行上跑道，最後一次調整助跑器，最後一次聽法令槍響。只要跑得夠快，眼淚就可以停留喺眼眶裏邊。雖然最後一槍只係獲得第4，但係佢能夠企喺賽場上就已經贏咗，贏得好徹底啊！齊唱講不出再見係粵語區嘅體育迷對自己喜愛嗰位運動員嘅最高禮遇。今鋪佢夠晒喉啦！我不想無端端的、沒有聲息的跟大家說再見。我們是可以突破10秒的，只有堅強不息的人才能夠夢想成真。夠晒喉嘅仲有佢，持球降低重心，轉身出手。呢一位36歲嘅河北名將完成咗職業生涯嘅最後一投，19.68米順利摘金。5屆全運會成就5冠王，為佢嘅職業生涯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我當時想，第一是冠軍了，第二是人生的最後一個球，在賽場上的球。所以我覺得無論怎樣，當然能突破最好是最好的，當然是，但是最後一顆球不管投多遠，我都會紀念他。廣州電視編輯報道。15運會已經閉幕，位於廣東奧體中心嘅主火炬塔尋晚正式熄滅。從9月18號成功採集到11月21號順利熄滅，佢為我哋定格咗呢一個秋天最動人嘅體育記憶。9月18號，廣視記者跟隨海洋地質2號科考船嚟到我國南海北部嘅海馬冷泉區，見證咗15運會和殘特奧會懸火嘅採集過程。用最簡單嘅説話嚟介紹懸火嘅採集過程，就係通過我身邊嘅海馬號潛水器下探到南海1500幾米深嘅海底裏邊去採集可燃冰，而與此同時通過太陽能發電將佢引燃，帶翻陸地之後就成為15運會同殘特奧會火炬上嘅紅紅聖火啦。呢一次懸火採集實現首次以超高清設備進行視頻傳播。畫面顯示大量貽貝喺海馬冷泉區繁茂生長，源源不斷嘅可燃冰氣泡從冷泉口溢出。收集完成之後，光伏板發電裝置將電能傳輸到海底，一個細細嘅火苗喺空腔中亮起。我宣布15運會和殘特奧會懸火採集圓滿成功。10月9號喺夢想號大洋鑽探船前，火種護衛隊將懸火盒安放至懸火台上，點燃火種盤環節開始。火種分別奔赴香港、澳門、廣州、深圳4個城市舉行火炬傳遞活動。11月2號15運會火炬傳遞當日上晝喺香港、澳門、廣州同深圳同步舉行。
呢個係全運會歷史上首次跨境火炬傳遞，亦都係全運會火炬首次喺香港同澳門傳遞。其中喺火炬傳遞廣州站，路線全長11.6公里，從廣州傳統中軸線到廣州新中軸線，見證咗古老羊城嘅滄桑巨變，傳承咗敢為人先嘅不滅薪火，照亮咗老城市新活力嘅璀璨前程。11月9號15運會開幕式上，廣東嘅蘇炳添、香港嘅張家朗、澳門嘅李伊腳踏波濤10級而上，共同點燃奧體中心嘅主火炬塔。15運會比賽期間，聖火見證咗從拼搏到榮耀嘅每個心跳瞬間。時間嚟到11月21號晚，15運會閉幕式，主火炬塔緩緩熄滅，粵港澳全運會大幕落下，留低中國體育嘅同心篇章。廣州電視編輯報道。下面將時間交翻俾梁志高。好，唔該晒志偉。嚟睇下詳細嘅天氣預報。陽光福彩，造福社會。廣州福彩提醒你，接落嚟請關注天氣預報。為運動會健兒喝彩，英力多提醒你關注天氣預報。德國技術近視老花一副搞掂，中德眼鏡提你收睇天氣預報。今日廣州陽光在線，氣溫回升，午後各區最高溫23到24度。聽日天氣為點呢？天氣先生話你知。聽日各區都冇灰霾，人體舒適度係1級，感覺舒適。霉變指數4級，物品容易發霧。紫外線輻射強，最高指數係8。聽日多雲間晴，13到24度，後日大後日多雲。聽日珠三角晴朗乾燥，氣溫小幅回升，要注意森林防火。